1999你好，我想讓請歡迎為你服務。小姐，我服下超圈嘅路燈快睇咧，眼部視頭都看唔到路呢。歹勢，雖然人講人冇時時好，夜冇日日明，還係會夾夾煩人。先生，你想想？我想中。莊先生你好，請問一下廚子係哪位？喺向學街落學街嘅岔路口。請問係日站停停，也係要當到站唔會錯？日站停停。好，讓你記留日站。請問有看到幾個路燈編號嗎？我看一下。好。燈牌編號係12345。12345。請問路燈係 LED 燈，也係旺光嘅天橋呢 ？LED 燈。好，冇問題。莊先生，方便留你嘅聯絡電話嗎？我嘅電話係0123。0123。456789。456789。老莊先生對一下。你凡人街向學街落學街嘅岔路口，有一盞 LED 嘅路燈快貼。路燈編號係12345。莊先生嘅聯絡電話係0123456789。請問賬號之後需要發件信讓你恢復嗎？唔是貼片恢復，是冇用。提醒你，我哋會讓你嘅聯絡電話本相關單位認認，係講有特殊情況會讓你聯絡。你需要兩項案件編號嗎？好，麻煩你幫我。莊先生，將麻煩你記一下，案件編號係 B1234556。B1234556。請問還有其他時間任務做得為你服務嗎？冇咧，小姐，麻煩你哦。是夢兒，祝福你有着美好嘅日子。